来继续来看，准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来公布着第4波的新类股，这个是公布5个部会，其中上届受到注目的是环境部长是气象的专家彭启明，那卫福部长是经立委邱泰源。行动创新，团结永续，赞！准行政院长杜英泰继续定选内阁人选。第4波人选今日出炉，有一个大家无想到的人选。未来的环境部部长彭启明彭部长，大家对他的熟悉，他是一位气象达人，他擅长于将他的专业知识的资讯传达给社会大众，也透过正确的风险认知，提升了台湾防灾应变的能力。号称做气象专家彭启明，今年54岁，是中央大学大气科学博士，捌做过天气风险管理开发公司的总经理。在去年选举期间，捌尊访过准总统赖清德，严格其实两个人早都演员。清德副总统在市长的任内，他请我很多次去台南市政府去分享。4月上旬的时候，接到赖院长的邀请，希望我可以来接受这个工作。当然，我个人是天人交战，因为我来自于产业界，要到政府服务，的确是蛮有一点压力的，特别是要说服家人。但是我想我勇于来做这个事情。彭启明在面册顶悬坦白讲，政治路歹行，愿意承担挑战。那安尼，卫福部由经立委邱泰源接掌，劳动部由行政院副秘书长何培山出任。客委会甲原民会、台南市客委会主委高秀辉，以及原住民族发展中心的主任詹地用行政，这2位女阁员入阁备受关注。有人会用计算比例说女性比较少，那至少今天我们在赶进度啊。那未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努力。赖清德在选举进前捌讲过，以内阁女性占1/3以上做目标。这边搁再增加2位女性，就是要展现决心。同时也会继续履行民主大联盟的精神，甲各界讲，因准备好啊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